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涂阿瑤啊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 SEN 小朋友嘅成長故事，希望俾其他 SEN 小朋友同照顧者能夠喺成長方面多個選擇，從而可以俾佢哋快樂咁成長同實現夢想。故事裏面有兩位人物，其中一位係對 SEN 方面充滿知識同埋應對經驗，亦同時擁有一份專業人士薪高糧準嘅工作，但係佢都抌低咗佢，就係為咗追自己嘅夢，同時都係為咗想帶住好多夢想同埋希望送俾好多患有 SEN 小朋友。佢就係夢足球創辦人兼專業足球教練，人人稱呼佢做堅 Sir。故事另外一位人物係我一位親人，佢患有 SEN 自閉症。從2年幾前講起啊，佢表達能力比較差啲啦，冇乜做運動嘅，可以話零運動量。自從加入咗夢足球，喺體能方面佢明顯改善。堅 Sir 喺訓練設計上面加咗好多獨特嘅方法，增加佢對足球嘅興趣。例如用腳面輕輕嚟盤球叫做雞仔腳啊，掃把腳佢又叫做 L 腳，左右盤球又叫做企鵝仔，改得咁得意嘅名，等佢哋易吸收啲，從而記到每一個動作。仲有堅 Sir 好細心啊，佢定時定候都會派發唔同嘅波衫送俾佢哋，等佢 keep 住足球嘅新鮮感。安全方面又會送啲護頸俾佢哋，冬天又驚佢哋凍親，又整件外套俾佢哋，真係冇得輸噶。開頭都講過佢講嘢表達能力比較差啲啦，但係學咗夢足球一排之後呢，佢同啲隊友溝通多咗啊，所以語言上都提升咗好多。練習方面會隨住觀察佢哋嘅能力，而逐步慢慢咁提升。堅 Sir 定時定候都會舉辦啲交流賽，咁學識勝負慾同埋結果當然係重要啦。喺個過程裏面學識禮儀同尊重，我覺得係最緊要咯。夢足球定時會頒發證書，記錄住佢哋嘅成長同付出，同埋會俾學生感受下每個節日嘅氣氛。勾晒走 ，OK， 或者我一路帶轉身嘅，明唔明白？冇得啦，冇得啦，冇得啦！轉，係好嘢，快嘅哦！轉 ，OK， 轉到嘅，去埋，快嘅，快啲！一樣，我推，我後晒褲喺佢前面先見到噶嘛，係咪啊？嗱，即刻望到佢喺前面，我隻腳就遞出去，吸翻轉頭嘅，明唔明白？過嚟，右腳遞，哇，右轉好做嘢，過嚟，好嘅。我愛足球，我愛堅 Sir。Okay, let's go. 我明白所有 SEN 有關嘅學習費用都會比正常學習嘅課程較為昂貴，但係作為第一身照顧者嘅我，可以同睇緊片嘅你講，夢足球嘅價錢絕對親民。有興趣可以去 IG 聯絡佢哋問下詳情啊！最後希望呢條片可以帶俾 SEN 小朋友同照顧者嘅你，從而可以令到佢哋快樂咁成長同埋實現夢想。中意呢條片嘅可以俾個 like 同訂閱啦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我係涂阿瑤，拜拜。Elastic goes, they expand and